再来看西班牙卡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强禁球员的事件。卢比亚雷斯是唔肯落台负责，也唔过甲伊关系正密切的西班牙女子卡球的总教练比尔达，虽然这单带领球队摕到冠军咯，也唔过已经红成是头路咯。球队原本的查某助理教练托梅接任，伊嘛正做是西班牙头一个女子卡球国家队的查某总教练。 西班牙女子卡球国家队教头比尔达的教练团甲81个球员拒绝继续为国家效力。随队退休金的卡协主席卢比亚雷斯拒绝辞职，和国际卡总成停权处理。即马比尔达、卢比亚雷斯这两个一直拢是好朋友，其中一人也是教头比尔达，先被开除了。 Creo que fue muy hipócrita por su parte aplaudir unas palabras de Rubiales que totalmente fuera de contexto. Y bueno, yo creo totalmente merecido. Esperar, haberla aguantado un poco más. Tampoco las cosas deprisa. 西班牙卡协会顶礼拜开始就开始讨论，是不是应该将41岁教头比尔达开除？即马真正采取行动。协会表示，这是临时主席罗查改革手段之一。佮宣布国家队助理教练托梅接手总教练，伊也是第一位奖评会女教头。伊球员生涯是一中场，80摆国家出赛。西班牙伫8月23赢得世界杯女子卡球冠军了后，卢比亚雷斯伫颁奖典礼硬进中场埃尔莫索获国界严厉批评。伊表示未时节佫会提供新的合约予比尔达，相关事件更加2礼拜外。西班牙卡球协会对这事件回释的，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